你不是已经跟顾其成提出离婚，并且搬出顾家了吗？你现在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还是好好担心你妈妈的病情吧。我已经回顾家了。你刚才说什么？你再给我说一遍。我说我已经回顾家了。苏妍希，我当初让你代替我嫁进顾家，不是为了让你缠我男人。你怎么有脸站在我面前说你又回顾家了？对，我是替你嫁进顾家的。可是之前你让我做的每一件事，我也都替你做了。现在我不想再做任何违心的事儿了。你今天过来是找我宣战的吗？我不想跟你宣战。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谈一谈吗？我刚才已经说了，我跟你没什么谈的，你也没有资格跟我谈。别怪我没警告你，趁我还有一丁点儿耐心的时候离我远点儿，不然到时候我做出什么事儿，我也不敢保证。贺锦熙，今天爸爸来顾家找你了。他说他欠了20万赌债。他找的不是我，是你。贺振东已经缠了我20多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种滋味。机长，回来了，怎么这么晚？去哪儿了？找一个朋友聊会儿天儿。你这是在等我啊？怎么可能啊！我也刚回来。哼，睡觉了。西城，怎么了？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怎么样？今天的夜景还不错吧？我想跟你聊一聊我爸爸的事情。你别说了，其实我都知道了，我也想通了。不管你想什么做什么，我都会相信你，支持你。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，可以尽管跟我说。谢谢你啊。是不是觉得特别感动啊？你这个老公没白嫁吧？感动你个头啊！好好的气氛全都让你给破坏了。我要去睡觉。哎。喂，方叔。喂，少爷，老夫人要出远门了。什么？出远门？哦，好，我马上下来。哎，别睡了，别睡了，起床。是你去上班吧？奶奶要出门了，快快快，起床！什么？家里的事儿你就多操心吧，啊！哎，您就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尽力的。奶奶，奶奶，听说您要出去啊？啊，奶奶为了公司啊，忙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没有出去潇洒过呢。现在呀，我觉得我应该出去好好的放松放松了。那怎么行啊？这家里上上下下这么多事儿，还有公司的事儿怎么办啊？家里上上下下你不会看着办呢？这不是还有景熙呢吗？再说了，公司里的事情还需要奶奶去处理吗？我呀，我该放放手了。奶奶，你就好好出去玩吧。家里呢，我一定会尽力照顾好的。有你这句话呀，我就放心了。我这次出去啊，就是想啊，给你们小两口创造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。我在说什么，你应该明白的，可别让我失望哦。好，知道了，奶奶。奶奶，您说什么呀？什么明白不明白？你不需要知道。奶奶，旅途愉快。哎，好，好好的啊，你们两个人早点回来。哎，好，拜拜，拜拜。
邵夫人放心，我会协助您料理好家事的。谢谢方叔。我先去了。好。家里公司那么多事儿，奶奶拍拍屁股就走了，也太不厚道了吧？那，要不然为了逃避公司的琐事儿，你也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。我可是一个有责任的男人。哼。等等我。露露，少爷，我车钥匙呢。少爷，你要出去啊？啊，我要去趟公司。哦，汽车钥匙，少奶奶。那，钥匙在这里。那平时也不见你这么积极，怎么奶奶一走，突然之间脱胎换骨了？哼，我倒想休息几天，可是奶奶前脚一走，公司的人就把我电话打爆了。我现在要去公司收拾那帮老家伙。开车小心点啊！等我回来，在家等我啊！好，沈总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个项目，顾总好，给我留40%的份额。嗯，好的，顾总好，合作愉快。顾总，这个是上次您让我查的贺振东的背景资料。欠债。安排人给他打20万。哎，顾总，这里面还有其他资料，您不再仔细看看？我这里有张购物卡，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啊？安，你快说说看，到底是什么事儿啊？啊，对了，就那个贺振东啊，这顾总虽然表面上没有说什么，但其实他已经安排我在私下调查他的背景了，这就说明顾总已经开始怀疑了。开始调查贺振东。安，你觉得你可不可以在这份资料上做一点点手脚？妍希姐，尽管说。我的意思是，你在负债人上面加另外一个人的名字。还有其他资料？对。我看了。哎，顾总。喂，妍希姐。护士，我妈妈情况怎么样啊？目前来说，你妈妈恢复的情况还是挺好的，现在情况比较稳定，但平时的药物治疗不能停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不用谢。妈，你说我该怎么办呢？爸爸已经找上我了，我觉得我的身份已经瞒不了多久了，可是我再也不想离开顾西城了。我很害怕有一天他发现真相以后的样子。他现在越说相信我，我就越觉得害怕。妈，你赶快醒过来吧。告诉我，我该怎么办呢？司徒啊，哎，今天真的没空，奶奶出去玩了，公司一大堆事情要我处理呢。喂，西城，是我。我想跟你说件事儿，我没有兴趣听。是关于你老婆贺锦熙的。现在有兴趣听了吗？露露，怎么了，少夫人？露露，快帮忙，快进来啊！现在
在每天睡在你身边的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贺锦熙本人，你从头到尾都被她骗了。苏妍希，你身为锦溪的表姐，竟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伤害锦溪。西城，我真是为你好，你为什么总是不相信我呢？哼，不管是真是假，我爱的就是我认识的这个贺锦溪。回来了，赶快洗手，马上开饭。怎么是你在烧饭啊？露露和其他人呢？现在家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这些事情我自己来就好了。我让他们全都去休息了。糟了，我的汤！还好没有出乎，吓死我！今天烧了这么多菜啊？那当然了，我得让你见识一下我精湛的厨艺。哎呀，这个汤啊，是我今天特意跟露露学的，你尝尝看好不好喝啊？好，看着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也不看看谁做的。来，好，我尝尝。还不错，但是跟露露的肉丸汤比起来，还是差一点。哎呀，本来我在想着以后每天煲一锅爱心汤，可是现在想想还是算了吧。既然人家这么嫌弃，我自己喝好了。哎，别着急，跟你开玩笑呢，小气鬼。你煮的汤啊，我都喜欢，因为不管怎么样，你就是你。吃饭，吃饭啊！赶快尝尝好不好吃？好吃。西城，你睡了没有啊？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讲吧。传说很久以前，幸运女神呢亲手种下了一株极为珍惜的小草。这个草呢有4片叶子，每一片代表不同的含义。第1片代表希望，第2片代表健康，第3片是付出，第4片是爱情。花语呢就是幸福。传说只要找到4叶草的人，就能够得到幸运女神的眷顾，从此幸福一生。哎，你说我们2个人能不能找到属于我们的4叶草呢？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锦溪，锦溪，起床了。你要去公司了吗？开车小心一点，注意安全。锦溪，今天我不上班，你能不能陪我出去一趟？我好困了，要睡觉。你看，今天的太阳那么好。我不去叫你好吵啊！起来嘛，起来，起来。哎呀，起不起来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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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赶紧起不起来！去哪儿啊？你不是说要找4叶草吗？
你昨天晚上都听到了？废话，你那么大声，我想不听见都难。谢谢你啊。走吧。走啊，别愣着呀，一起找。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当开心的日子越来越少，但你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才换来如今彼此信任，相互依靠。那个好像是。有那么多的人来快用手机拍照。你拍我干嘛？拍叶子呀！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，可舍不掉。优秀了！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看来是找不到四叶草了。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帮你找到的。走吧。去哪儿啊？回家呀。现在就回家呀？不然呢？你还想去哪儿啊？锦溪，这就是你要来的地方。没错。今天天气这么好，直接回家太可惜了。我们爬个山，收获一下筋骨吧。我突然觉得我有点腰酸背疼，要不你爬山，我在山下等你。你平时养尊处优惯了，爬山对身体特别好。是啊，爬山很简单，你要喜欢爬，我组织一个登山队陪着你，慢慢的登遍祖国的大好河山，崇山峻岭。但是今天还是算了吧。不欣赏你是不是不行啊？什么？我不行？我告诉你，从小到大我最讨厌别人跟我说不行。你行，你行，我相信你。回家吧。等等，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行。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要休息。哎，好啊，爬山啊，才跑了半个小时，你就休息了16次，喝了3瓶水。照你这样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到山顶啊？不是，你体力怎么这么好啊？我从小就爬山啊，这种山对我来说是小 case。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事儿啊？你不知道的事儿还多着呢。走吧。哎，我不玩，我不走了，我走不动了，我要休息。贺锦溪，你还说我不行？我看是你不行吧？你说谁不行呢？你呀，我就说你。我就是累了，想要休息一下，我怎么不行了？顾西城，你看不起我是不是？你给我等着！哎呀！哎呦！怎么了？哎呦！是崴着脚了还是撅着手了？哎呦，我手没事儿。我看看，这儿啊。哎呀，你慢点，轻点，轻点儿。哎，这儿，忍住啊！你呀，这是平时不锻炼的结果，关键时刻总是容易受伤。那我平时也没有见你怎么运动过呀。那是你不关注我。哎呀，季少卿，哎，停下，那边好像有个道观呢。那又怎么样？我们过去看看吧。哎，放我下来。师傅，施主好。
我想问一下，咱们这里供的是哪一位神仙啊？我们花神宫花神殿供养的是一位花神娘娘，掌管着世间爱情姻缘的，你们可以进去拜一拜。谢谢啊。请。花神娘娘，算了吧，那得拜一下啊。走啊！求姻缘的。哎，走吧。求姻缘的，这是。许什么愿呢？保密。有什么好保密的？说说嘛。那就抽完签之后告诉你。上上大吉，看来施主应该是祖上积德，定是大富大贵之人啊，可喜可贺。抽啊！下大凶啊！名与利皆虚乎，凡百事吉中凶啊！道长，您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哎呀，看姑娘面相，应该是大富大贵呀，只可惜这些福气都不是你本身的。行了，道长，走。西城，哎，你刚才怎么跟人家那么说话？这个人阴阳怪气的，别理他。上来。怕你累。我觉得这会儿好多了，我自己走一会儿吧。上来。来。哎，西城，这条路我们走过了。走过吗？是不是你记错了？道观在哪儿？奇怪，又是那个破地方。去那边。累坏了吧？西城，别说了，我知道，还是这条路，还是道观，邪了门了。你先下来。哎，小心啊！啊，没事。你在这等我，那里有几个人，我下去看一下。嗯。嗨，美女们。哎，帅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想打听一下去山顶的路。那我告诉你，我有什么好处？你要什么好处，我都可以满足你。哎呦，真的吗？那我要你的联系方式，你告诉我。你怎么那么快出手啦？不是我先看到的吗？干嘛？你先看的，我先看的。哎，我只是想要打听一下路而已。顾西城，你问个路需要那么久吗？快了，马上。帅哥，她是谁啊？你表妹吗？对，她是我表妹的表嫂。表妹的表嫂，她是你老婆？对，其实是你有老婆啦？是啊，所以你结婚了。我是一个妻管严，不是你们的菜。妻管严又怎么样？结了婚又怎么样？结婚了还能离婚呢？帅哥，今天你的联系方式我用定了。不是你怎么这样呢？还有我呀！哎呀，干嘛？我先要的，我先要的。都别抢了，我都给，一个一个给。OK？ 有没有笔？有。搞定。你老婆的眼神啊，怎么就来吃我吗？她爬了一天的山，有点饿了。简直就是母老虎嘛！记得离婚了来找我哦。你也可以随时联系我。好。
怎么了？一转眼就没了。哎，别走了，来来来，我背你，上来呀！哟，生气了？没生气，可高兴了。哎，别装了，来来来，上来吧。我问你，你最后神神秘秘的那句话说的是什么呀？我说，他们随时可以打那个号码来联系我，有问题吗？没有。哎，等等，你知道我留的谁的电话吗？不想知道。司徒硕的电话。真的？骗你是小狗。哼哼，上来吧。来，我背你。哦，哎呦，疼死我了！刚才，哎呀，李翔。嗯。这是给我的吗？2克拉的钻戒 ，for you。满地的花瓣，是我亲手一片一片为你揪下来的。我的手都成这熊样了。我不是在炫耀什么，亲爱的，我是想和你说，我是真心的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天哪，我实在太感动了。不过，我们才认识1天啊。你错了，1天时间，对于真正相爱的2个人来说已经足够漫长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太阳，我就是绕着你公转的卫星；如果你是红太狼，我愿意做灰太狼，天天给你抓羊；如果你是胰岛素，我愿意得高血糖。可是，嘘，什么都不要说。I love you。主人，来电话了！主人，来电话了！主人来电话了！那还不接电话呢？等我一下下，马上就好。主人，来电话了！主人，来电。喂，嘛呢？不知道人求婚呢吗？这个时候打电话过来，谁？丽丽啊。我什么时候和你说过你随时可以给我打电话的呀？没有啊，这句话我只和露露说过。丽丽，露露，哼，你女朋友蛮多的嘛。娜娜，事情不是你想象的那样，事情不是……我根本不叫娜娜。哎，臭不要脸！你能告诉我你到底叫什么吗？帐篷已经搭好了，累不累啊？不累啊，别忘了，我是行的。你的脚怎么样了？还疼吗？好多了。让我看看。哎，还有点重。这样吧，明天让家里的医生过来看一下。这2天啊，你就不要出去了，在家里好好养养。我哪有那么娇气啊？没那么严重。不行，你必须听我的。
好的，听你的。没想到这山里的夜景还挺美的。说实话，我还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。杰西，谢谢你。我也是第一次在山里过夜啊。当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，当身边的朋友越来越少，但你依然是我最坚守的好，也是我治愈的药。当生活变得越来越无聊，西城，西城，快过来！日子越来越少，怎么了？给我最温暖的怀抱，也给我最阳光的笑。真的好美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争吵，杰西，才换来如今彼此相信我，相互依靠。我一定会帮你找到四叶草。有那么多的人来了又去了，那么多缘分相聚又散掉。感谢曾经有过那么多胡闹，才换来如今的回忆割舍不掉。愿我的幸福成为你的骄傲，因为你的好别人给不了。少夫人，少爷说了，你的脚还没好呢，要多注意休息。老在屋里闷着也不舒服啊，出来透透气呗。其实我觉得也快好了。哎，那大少爷有没有说他今天什么时候回来？少爷他没有特别的交代。少夫人，外面有个人说是您父亲想见您。您又过来找我干什么？啊，女儿啊，我现在倒觉得有个有钱的女婿真不错。爸爸好长时间没睡着了，我这刚才睡真香。你又打什么如意算盘了？不是上次我找你要20万，你没给我，我等半天，人顾西城爽快，派人给你爸送我20万的支票。你说什么？顾西城给你20万？啊，不可能。不可能！他要不给我送支票，你以为你这段时间过得那么舒坦呢？我早来了，我。他要是知道他为什么不揭穿我，他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你撒谎！那谁知道呢？现在有钱人哪喜欢找虐啊？人装糊涂呗。顾西城这小子贼着呢。如果你这次过来就为了告诉我这件事的话，那我知道了，你可以走了。你看，你孩子这么犟，哎，爸爸缺钱了，你接济我点，爸爸就走。贺振东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完了呢。你要是不改变主意，爸爸转身就走。不管你说些什么，我就俩字儿：没钱。你爸爸人穷可不傻，妍希，我告诉你，女儿，打一进顾家我就认出你来了，你不是锦溪，因为锦溪打小就不叫我爸爸。虽然你们俩长得很像，但我是你爸爸，那眼神里我能认得出来。放开我！我听不懂你在说些什么。我就是贺锦溪，如假包换的贺锦溪。装，继续装。我找顾西城拿100万啊，我拿了100万，你爱怎么装怎么装，跟我没关系。100万？你是不是疯了呀你？你爸没疯，我现在手里有个秘密，我要是再不拿这秘密换100万，那你爸爸才疯了。不管你有什么样的秘密，顾西城都不会相信你，没有人会相信你。呀，真不相信呐？
长时间没见你。没有，这不爸爸是太长时间没见他了，激动。赶紧的，1个星期内准备100万啊！别走。怎么，改主意了？妈妈她已经生病这么多年了，我挣的钱都用在医药费上了，我真没钱。我说女儿啊，你是当阔太太当傻了是吧？那没钱想办法搞钱去啊！你没办法，爸爸给你出主意啊！爸，你怎么对我这么狠呢？女儿哎，不是爸爸对你狠呐，是别人对爸爸狠呐！哎，这个世道就是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这些你得跟你姐姐锦溪学呀，打小我就教她，是吧？别这样，赶紧想办法整100万。1个星期以后，你要是没有100万，我让全世界人都知道你是谁。爸，行了，别送了。爸，好好过啊，爸爸挺好的。你答应我的100万呢？强着强啊！我让你身败名裂！你给我等着！你这个贱人！我让你看住我老公，不是强迫老公。你知道我们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就是你不识时务，对吧，启程？来人，把这个不知道从哪来的女人给我拖出去！不要再来我们的家！不，启程，你听我解释，不是这样的，不是这样的，启程。启程，怎么了，琪琪？没事吧？啊？是不是做噩梦了？啊？没事了，过去了，只是个梦，没事没事没事。苏妍希，你敢跟老娘抢男人，你就是个贱人！你说，他是不是贱？贱，绝对贱，他就是天底下最贱一贱人。哎，再喝了这杯，让世界上所有的贱货都他妈见鬼去！给我滚！你们他妈几个也不是好东西。妹妹，我实话告诉你，哥们跟你喝酒是看得起你，装哪门的清高？看看你自己，你还是什么好玩意儿啊？这位帅哥啊，你都弄疼我了。那妹妹今天不是喝多了吗？我们说了几句醉话，你别放在心上。改天我请大家喝酒当赔罪。今天我就先告诉你。一句喝高了就想走人，你把哥几个都当什么呀？那哥哥你想怎么样嘛？这么多人在，你不会欺负妹妹？学亏了啊！晚了。哎，喝完了，你走；喝不完，跟我走。苏妍希，要不是因为你这个贱人，我怎么会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贺振东，启程。怎么了？你现在是要去上班吗？对啊。怎么了？啊，那个车钥匙我拿了。哦，行，那我走了。我那个怎么了？有什么事你就说嘛，吞吞吐吐的。
还是等你回来之后再说吧。好吧，拜拜。路上小心啊。嗯。伯父，长城这儿的点心做的特别好。姑娘，你今天叫我来，不是简单的让我喝杯咖啡、吃点东西的吧？伯父，你怎么这么说呀？那锦溪是我的朋友，你是他爸爸，我请你吃点喝点，不是正常的吗？上一次你是不是故意把贺锦熙的心？伯父，你忘了，上次是你主动问我锦溪的情况，我才告诉你的。你这么说太伤人了。哟，当面说谎话是吧？否认是吧？那既然这样，咱就没话说了。就你这点伎俩，在我面前嫩了点啊！哎，伯父，你别发脾气啊，有话慢慢说。你先坐下再说嘛。行，我这个人呢，不喜欢绕弯子，有什么话直接说吧。伯父，上次我不是跟你说有关锦溪的情况了吗？那我明白了，你是想问我那次跟你分开了以后，后来我对锦溪做了什么，是不是？行，姑娘，你呀够狡猾的啊，也知道怎么利用人，知进退。哎，我要是不看你这张脸，就听你这声音啊，还有你这个身形，我真怀疑呀，你才是真正的贺锦熙呢。真正的贺锦熙，伯父，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？那贺锦熙是假的。是假的？啊。虽然我不知道你过去是干什么的，你为什么针对贺锦熙？我看在你帮过我的份上，我告诉你吧，顾家那贺锦熙假的。苏妍希那个小贱人怎么好端端的让这个老家伙发现了？以我对这个老家伙多年的了解，他肯定是拿到什么证据了，不然不可能会这么嚣张。不行。我得想想办法。伯父，既然话说到这个份上了，我也不想隐瞒你了。我是针对贺锦熙，那是因为他抢了我男人。你男人要是有钱的话，他肯定抢啊。我就是想问问你，你是怎么知道顾家那个女人是假的？行，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拿到了贺锦熙的 DNA 检测书。DNA 检测书，我第一眼看到我就觉得不对，后来我动点手脚一检查，哎，真跟我想的那样。我就是不明白他为什么非要扮演贺锦熙呢？伯父，你看着我干什么呀？你都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你看那份检测书能给我看看吗？你想干什么？这可是我财路啊！姑娘想多了吧你？伯父，我就是好奇而已，是你想多了。妍希啊，我刚才看到一个裙子特别好看，就说我有个问题哦。难不成他们俩联手了？老四，你说什么好呢？嘿，妍希，你有在听我讲话吗？没有啊。那我再给你讲一遍啊。小薇，我们换一个地方吧。看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。哎，妍希，你拉我来这里干什么呀？薇薇，对不起啊。不行，这次说什么都不行。薇薇，我今天真的有急事儿，我改天再陪你逛街好不好？你有什么事不能跟我讲啊？现在还不是时候，改天我一定一五一十的告诉你，好不好？这样，我下次请你吃饭，向你赔罪，各种大餐随你选，顺便陪你逛个3天3夜。但是今天薇薇女神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对不起。好吧，不过你要记住我说的话，一言为定，屁言的是口。一言为定。好，那你先回家吧。啊，大餐别忘了啊！大餐别忘了。柱子。谢谢你今天请我喝咖啡啊，伯父。哎，就算您对我有看法，你也算我长辈，让我送送您吧。哎呀，你个送送我，那行，走吧。
那就住这儿啊。行了，你就送到这儿吧，就别跟我上去了啊，要不然不好说呀。那叔叔，我先走了。哎啊，谢谢啊。原来爸爸就住在这儿啊！贺锦熙到底跟他说了些什么呢？你现在想知道吗？你们说些什么其实不重要，反正结果只有一个。说说看呢？你不会让我好过的。哎呀，才几天没见，你进步真的很大，我的好妹妹。作为你的亲姐姐，我是不是应该为你做点什么呀？难道你之前所做的一切还不够吗？你为什么要让爸爸来威胁我？没有什么为什么，没有用的棋子就要尽快清理掉，不然它会成为成功道路上的绊脚石。现在你就是这个绊脚石，但是如果你现在愿意带着妈妈远走高飞，彻底消失，我可以考虑重新放你一马。不可能，我爱西城，不管发生些什么，我都不会再离开他。那如果是顾西城自己不要你了，讨厌你、害怕你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这么逼我呢？是你在逼我。当初我们怎么说的，你不会不记得了吧？现在是你勾引过我男人，你还要质问我，你到底要不要脸？除了让我离开顾西城以外，不管提任何条件，我都会尽力满足你的。你能给我什么呀？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属于我的。满足我？我现在最想你满足我的就是立刻去死。你能满足我吗？你就让我去死？贺锦熙，我们两个从小就分开了，长大之后第一次见面就开始威胁我，用妈妈的命来威胁我，逼我替你嫁到顾家。我是你妹妹，可是你什么时候顾及过我的感受啊？嫁进顾家之后，你让我做什么，我全都做了，可结果呢？顾生他不爱你，今天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吗？苏妍希，我真的是小看你了。你居然可以把这一切说得这么顺理成章，你给我听好了。顾西城他之所以爱你，是因为你叫贺锦熙，而真正的贺锦熙是我。你疯了！站住！既然你这么有自信，那到时候我把那份 DNA 检测报告给顾西城的时候，你应该不会过来求我吧？这些真的是你自己一手策划的？对呀，那又怎么样？这只是刚刚开始而已。而且一开始我就改变主意了。我现在决定，就算你现在愿意放弃顾西城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贺锦熙，你还有些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尽管冲我来，但是你不要再伤害我的家人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不会再逃避了。安，进来一下。顾总，明天早上8点，让这个名单上的所有人来我的会议室开会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等等，派人盯住常志成。看看他跟什么人有来往。常副总。哦，知道了。
少夫人呢？哦，少夫人她说和朋友出去逛个街，一会儿就回来。出去逛街了？跟谁出去了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哎，少夫人，你回来啦？哟，回来了。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啊？我回来早就是为了陪你啊。你干嘛去了？怎么看起来那么累啊？今天确实挺累的。有些人还自称自己是宅女，但是只要我不在家，她就自己偷偷出去玩。是不是你啊？好，今天真的累，真的累。好。那累了上去早点休息吧。好。上楼歇着吧。喂。喂。我让你做的事情做得怎么样了？好，有哪件事呢？常副总确实在此前有跟几个部门部长接触过，其他的没什么发现。果然被我猜中。另一件事呢？按照顾总的吩咐，我已经安排下去了，明天都可以准时参加会议。好，按照原计划进行。怎么了？不是说累了吗？怎么不去休息啊？其实我最近都有一件事情想和你说。我就知道你有事要跟我说。什么事儿？说吧。我家里最近出了一些事情，需要一笔钱，可是我没有。要钱呀？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呢。多少钱？跟我说，我给你。100万。100万？如果你觉得不太方便的话，没关系，100万。正好咱们结婚之后啊，我也没有送你什么东西，没给你买什么礼物。你呢，拿着这个钱去买点东西。哎，拿着呀。谢谢。跟我你还客气？上去休息吧。支长啊，那份签名书，你敢确定是你手下的员工自愿交给你的吗？当然。很好。只要那份东西是真的，我就对你充满信心。哎，人都到齐了吗？是的，顾总，人都已经到齐了。联名书谁的提议？好，今天要是没人给我一个交代，那么从明天开始，在座的各位以及你们部门所有的员工都不用来上班了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不是疯了啊？你知道你刚才在说什么吗？你是想玩？你自己回家玩去，别拿公司的员工开玩笑。李老，你不要激动，冷静一点，因为不管你说什么，也影响不了我的决策。顾先生，你别看你人五人六的，你们顾家就是因为出了你这个败家子儿，你奶奶到今天还在为你受累。好了，李老，你现在年纪也大了，该回家休息了。来人，请李老下去休息。你们想把我怎么样啊？我看你是反了你啊！顾西城，你心里还有没有我？你还有没有我呀你？哎，你们对我的李叔叔轻点儿。顾西城，我看你是反了你，我跟你没完！好了，现在清静了。有人想说话吗？
我觉得你不配当沈冷的领导人。说得好，继续说。你只顾自己玩乐，不顾公司的大小事业就罢了。而且我们在开展工作的时候，你只图自己爽快，耽误公司项目的整体进程。而且，好了，你别说了。会议结束之后，带着你部门的人回家。什么？你说的的确没错，我是一个只会图自己爽快的人。但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们部门连续3年的业绩不达标，就这个月，你们跟丢了7个项目，谈崩了3个。我为什么要留一个只会吃饭而不会工作的人在公司？还有谁？露露，哎，少夫人，慢点。你今天收拾东西的时候有没有看到一个手镯？没有。你再想想，银色的，很细，这样扣着的。反正我刚刚收拾的时候里面没有。你全都找过了吗？我找过了。哎，要不一会儿我去洗衣房的时候再给你找找。洗衣房？哎，我去。少夫人，少夫人别找了吧，还是我来给你找。方叔要是知道了，他准会骂我的。少夫人，哎呀，找到了，终于找着了。我去。哎，露露啊，这怎么这么多袜子呀？哦，这袜子啊都是少爷他穿过的，马上就要扔掉了。扔掉？这些袜子看起来都很新啊。我们家少爷他有洁癖，穿过1次的袜子，他不会再穿第2次的。全部洗干净。啊？苏妍希，苏妍希，苏妍希！我让你生气，让你这样跟我说话，让你生气，怎么不去死啊？我让你做顾家少奶奶，你去死啊！当你的顾家少奶奶！让我下地狱，就算我下地狱也会带你一起去。